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9，耶利米书17章14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我就得到医好；拯救我，我就得到救。因为你是我所学老的。三甲来祈祷，医治佮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许多稳定佮疼痛的主，你是全能的医治者。你是互阮脱出病痛甲艰苦的活命主宰，因为你创造生命，宇宙万物竟然有气息的，拢是你所创造。所以，找求你，就是找到活命；找到你，就是找到喜乐甲毋茫。主啊，你知阮肉体常常拄着病痛艰苦，阮的心情常常忧愁烦恼，阮的生活也充满重担甲无助。总是你对阮讲，着常常喜乐，因为你要拯救阮脱离困境，你要医治阮的病痛，你要互阮的心得到医好甲喜乐。祈祷、懊恼、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伫主的面前来懊恼伊的名，因为伊是医治的主，伊是拯救咱的上帝。伊要医好咱的病，也医治咱心灵的软弱，搁较要互咱得到伊的拯救甲活命，互咱每一天充满喜乐甲平安。愿主的疼甲咱三个伫地，耶稣疼你，祝你平安。